一魚兩食，魚粥加魚生啊！好啦，今日嚟汕頭最火嘅市場，買條魚食下先。買條咩魚好啊？嗱，今日去市場斥巨資買條魚翻嚟整呢個粉絲推薦菜啊！魚生呢條魚咧叫金股，兩個人食啱好啦，打啲鱗啫。如果唔想麻煩咧，下次嗰個以心小販咧幫你打埋鱗嚇，放埋血，起埋片，咁翻屋企就食得噶啦，起啲肉先。魚骨斬咧，一陣攞嚟煲粥，一條魚起出嚟就有呢兩片嘅。睇個款咧，油脂應該係幾豐富嘅，大家攞去凍一凍佢先。配料就切好啦，等凍啲魚肉，我哋而家煎個魚骨煲個粥先。熱鍋冷油，好香啊！嗰啲油脂好豐富，呢種香味。加滾水，加入呢個薑片，換個砂鍋先。純魚湯下去，落米，煮個15分鐘，淋一淋個砧板，跟住就可以切魚啦。乾淨又衛生，然後食完之後聽日飛天遁地。加入冬菜、蒜頭油、香爐灰、祖傳魚露少少。好啦，一魚兩食，魚粥加魚生啊！嚟試下我哋做嘅魚生，識唔識食啊？老式魚生要點樣食啊？首先咧，炒呢條先，俾少少花生油嘅，撈勻佢，撒少少鹽落去，檸檬葉撒上去。新鮮的食材就要簡單的吃法，一口入魂。我告訴你啊，感受一下那個油脂在嘴巴裡面跳舞的感覺，就這樣香。飲魚生啊，必須要燒酒啊，整咩燒酒先啦？5年以上陳釀啊，5種係草本精華，魚生配酒，越喝越有。新年快樂。好飲唔上頭，輕鬆冇負擔。怎麼？你不敢吃啊？不敢吃。我還有這種方法叫冷鍋，把這個放在這個魚片裡，那個魚粥裡面攪一下，攪一下，然後打起來。那粥的魚紋去燙熟它，馬上它變色，變白色。那肯定可以的。哇，鮮甜。不過這個鯛魚拿來做冷鍋有點浪費。這個天氣來吃這個冰火兩重天，又是涼的又是熱的，對吧？這個粥夠不夠鮮？一條魚都煮做碗粥，能不鮮嗎？哇，哇，太香了！魚不敢吃就來杯啊！開開心心，百毒不侵啊！